各位兄姐平安。平安。今日天气足好，大家心情嘛足愉快哈。咱昨暗呢就规暗拢真兴奋哈。就是咱向前行吼，咱向前行，为了咱台湾的民主，咱向前行。那么咱每一位咱的信徒，拢为着台湾，咱爱为着台湾来祈祷。这是咱来吟诗学乐。咱开始，咱今日来吟诗学乐哈。咱来先来看圣诗222首，222首，全地着向主上帝来唱歌。这首诗歌，咱唱全首。这是出自诗篇100篇，全地着向主上帝来唱歌。真活泼的一个曲调，伊这个曲调是印度的曲调，咱会当做阵来唱，来用欢喜的心情来唱这首诗歌。头一站咱来唱，头一段咱来唱2届哦，来。全地着向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呼随主上帝。搁一届，全地着向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呼随主上帝。着唱歌来到伊的面前，着唱歌来到。上帝，咱是伊创造的耶耶，你着在乎着主宰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耶是耶，咱做伊主名草地的油，咱做伊主名草场的油，全地着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呼在主上帝，着因感谢来进入伊的门，也因苦恼来进入伊的意，着因感谢来进入伊的门，也因苦恼来进入。上主是一大个结果，伊的民族因我袂悔无，因为上主是一大个结果，伊的民族因我袂悔无，伊是是的高万世代，伊是是的高万世代。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呼随主上帝。所以咱来看圣诗185首，185首，做法的神，你伫早时。这首咱唱第1节、第2节到第3节。给你一生，给
好，接咱来看新诗536首，536首。天顶大开稳定的门，内面阳光照出来。这光是主设计的光，显明救主大真爱。这大救主无强恩惠，这门真正为我大开，为咱大家，这门为咱大家来大开。这首咱唱第1节、第2节甲第3节。到家。请大家闭办心来敬拜上帝。
哈利路亚！称赞上主，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做伙来吟圣诗229首，圣诗229首，全地着主上帝来唱歌，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着，做伙仰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正兄弟姊妹聚集伫遮，做伙敬拜，学罗你。主啊，阮搁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是人阮有罪的本性。主，你知影，阮有时会离开你的道路，无好好用对你来的恩赐，阁袂记得你的慈爱。主啊，求你互阮会晓为着一切的过失，心内见笑甲忧愁。主，恳求你怜悯阮，假使阮知影阮的毋对，洗清阮一切的罪恶。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帮助阮会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行你的道路。主啊，昨阮选出未来4年新的总统甲立法委员，阮伫遮感谢你看顾选举的过程。一切顺遂，也恳求主你继续保守台湾。主啊，
感谢你赏赐阮真水的自由教室，甲宣教中心，互阮会当利用有限的空间来使用。也感谢你赏赐阮教业的金钱，甲银行的贷款清刷，免阁负担利息。总是即时，教会有愿需要经费来还会友的借款。主啊，求你保守教会的财务，也互会友了解教会的需要，继续关心代祷甲奉献。主啊，阮有会友身体欠安的，特别是真侪教会的长辈，暂时无法度来教会做伙礼拜。主啊，求你保守身体欠安的会友得到医治，也互无法度甲阮做伙礼拜的会友会当得到平安。咱也有国外的会友转来台湾，也求主赐福。即时，我要照主耶稣的教示，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来看圣诗的后面，启应文59篇，启应文59篇，记载伫罗马书第10章，咱做伙来启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偌尔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做伙来吟圣诗185首，圣诗185首。造化的神，你着早时，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真理甲活命拢是你赏赐，福分的源头是对你来。阮即时要来追求你所要赏赐阮的道理，恳求信心充满伫阮的中间，找保惠师来教示，互阮对你的话灵命得到培养，信仰得到坚固，活出基督的模样。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今日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10章第50到21节。罗马书第10章第50到21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关系对靠律法得到的义，摩西有安尼写：守律法的人靠律法来活。毋过，关系对神称义，圣经有安尼讲：你毋通心内讲，什么人会爬上天？就是讲，什么人会将基督带落来？嘛毋通讲，什么人会落去亲恩？就是讲，什么人会将基督对死人中带起来？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意思是上帝的话，甲你真近，伫你的喙边，伫你的心内，这就是阮所宣扬的神的信息。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心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过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喙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死亡。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同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偌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趁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对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我阁要问，以色列人检真正毋知？大圣摩西替上帝安尼讲。我要用毋是我子民的人来引起恁怨妒，用愚戆的子民来激起恁受气。后来以赛亚嘛真好胆替上帝讲：无找我的人，我有互因找着；无求我的人，我有对因显现。毋过，关系以色列人，伊有讲：年薪8日的子民，我规日伸双手欢迎。愿上帝的话
成做咱的帮赞。这时要请圣歌队用诗歌带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你的名至圣》。这时，请黄春心牧师讲道，题目是为全世界准备的救恩。来下这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圣个弟弟。今仔日希望诗班通过你的名至圣来引带咱来敬拜。伫这个歌词的最后，会讲起对国家的责任的认同，你的名至圣。咱昨甲经过总统大选、立法委员的选举告一段落，咱也爱知影，国家是需要起坐伫上帝的带领的下底。咱也爱为着这个新选出来的人，因会通服务人民来祈祷，互因期待因爱行公义，搁较爱有怜悯的心，也期待上帝的旨意行伫地里。那亲像伫天里，咱也恳求圣神催逼咱每一个人的心，会通渴望上帝国的荣光的彰显。咱也要知影，人类的未来是伫上帝引带，咱人搁较需要谦卑来超找上帝旨意来行。愿上帝来成做咱台湾，成做世界的帮助。伫顶主日的信息的内面，咱有讲起律法的终结，也是讲迄个跑走的迄个线的终点，就是基督。上帝和追求基督的人，拢会通得到称义。煞接要讲起，保罗引用以赛亚先知的信息，问证人讲，基督已经成做互人跋倒的石，还是宝贵的基石。这块石头有上面的意思，
一方面是一个审判，互人跋倒的石头；另外一方面，伊是一个宝贵的基石，也是讲磐石。拒绝的人，这个石头对因来讲是一个谴责，是一个审判的标准。但是对伫一个实践基督教导的人，就是将咱的信仰起坐伫基督的石盘顶。咱伫这个基础的下面，咱会通不断来成长进步，促进上帝的国。引用先知的记载来论证基督以后，煞才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第50到21节，保罗有缘伊是用这个圣经来说明这个真要紧的教导。前伊是用摩西的五经伫遮来教导这个通过申命记的经文来，互咱知影，上帝早就将这个拯救的恩典予全人类。所以保罗借着这个申命记，要来带出一个普世宣告的主题，就是上帝要将福音予所有的全人类。所以头前保罗用先知的话、以赛亚的话，到伫遮用摩西五经来论证。伊会当安尼用，是因为伊是大利比马加列要紧的这个学生，所以伊对伫律法是非常的理解。但是咱爱会记的，原本保罗是活伫律法主义的下底，伊原来嘛看袂清楚律法中的奥妙，直到伊拄着基督，受着启示，心灵受拍开了后，伊才看到原来迄个先知书摩西五经，早就提到讲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带予全人类拯救的恩典。既然拯救的恩典是要予所有的全人类，安尼保罗就抱着一个真要紧的心志，伊就要将基督的好消息传到伫化外之民，就是迄当时的世界观的人物，世界的从迄个尽头，就是西班牙。伊通过这个使命，有这个使命甲异象了后，伊伫遮，伊要互罗马教会成做一个宣教的基地。当时的罗马城有罗马的基督徒，也有犹太的基督徒，因需要合一，因伫信仰上需要互相来接纳，安尼才会当成做保罗宣教团队这个宣教重要的基地，将这个福音来传到伫世界的尽头。咱先来看第50到13节，遮所描写的，遮一描写到，其实就是咧讲起清义两个面向。这两个面向，其实伫第3章、第5章拢有提起过。清义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法庭上宣判无罪，可以有公义，这是法庭的用语。第二个就是安怎不断修复关系、经生和好的过程，甚至伫先知书内面教导义，包括好款待出外人，好款待弱势者，帮助需要的人。这也是拄耶稣会甲咱讲起，咱除了爱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疼上帝以外，咱嘛爱疼人亲像家己。所以，迄个义对过去是法庭上的用词宣判无罪，今仔日这个义伫新约时代强调是爱疼上帝、疼人，迄个修复和好的关系。伫后期的犹太教，特别是这个法利赛派，因想要用行律法来满足上帝的义，但是拢停留伫
法庭顶头的理解，遵守犹太的律法，也是讲外邦人去遵守因罗马法，也是因的良心，拢无法度去甲上帝起做好的关系。伫这个末后的时阵，上帝亲自出手来修补人甲上帝迄个适合的关系。要互人甲上帝会通建立好好的关系，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也是等于到伫犹太教上根源的价值恩典。既然是恩典，就是毋是人会通争的。因为借着上帝的恩典，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借着上帝的恩典，亚当夏娃犯罪了后，上帝互因有修补机会，修补的机会。也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互伫埃及受奴隶的这个希伯来人会通得到逃放。过去旧的方法，人想要通过律法，也是讲伊所夸口伊行律法的敬虔，安尼要来修补人甲人、人甲上帝的关系，这是无法度的，因为这只是互人看到讲人行律法的这个骄傲而已。这个旧的方法行袂通，所以上帝的恩典全人类，包括这个外邦人，启示新的方法，就是通过耶稣基督。这个新的方法，就是互人知影，人的无完全，人无法度通过家己的能力行为来得到甲人好好的关系，甲上帝好好的关系。所以人需要谦卑、悔改，倚靠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恩典。伫这个第50甲第8节，保罗搁一摆将这两种义来做一个对比。伫这第5节，其实是引用利未记18章第5节，会讲起：你若遵守我的律例甲命令，人若遵守这个，就会得到活命。其实这会强调人用家己的行为遵行。但是，伫罗马书第3章已经甲咱讲起人无法度靠着行为来成做义人。保罗的论证伫第3章的时阵已经真清楚的表达，守律法无法度达到成做一个义人的地步。所以，续接伫这第6节甲第8节内底。保罗引用《申命记》30章12节到14节，会讲：安尼如今既然律法无法度，安尼要通过什么人？要通过耶稣基督。但是伊是引用《申命记》，《申命记》内面所讲的30章12节到14节，安尼讲：无论伫天顶，你毋免问，啥人为咱去天顶将这假释带落来，互咱听见来实行。嘛，毋是伫海边迄边，你毋免问，啥人会当为着咱过海，将这个假释带来，互咱听到来实行。这个诫命离恁真近，伫恁的喙内，伫恁的心中，互恁会通实行。这是《申命记》的记载。保罗就是通过《申命记》这段经文，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第6节到第8节，才讲起的。讲你唔通要去问讲，什么人要上天，什么人要落伫阴间？因为迄个海嘛当个翻译做阴间。到底是什么人？简单来讲，律法唔是伫天顶，也唔是伫阴间，你会当去摕到的。你唔免求，远远来求，因为离你无远，都是在伫你的眼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对天落到伫世间道成肉体，耶稣已经对死亡阴间来国话，所以保罗通过《申命记》30章12节到14节，会甲咱讲明，这位
就是上帝本身，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已经对天道成肉体，佮对阴间对死国活，基督的事件已经成全律法的记载。所以，咱要安怎行？伫这第9节到13节，简单来讲，咱就爱信基督成做义人。伊伫遮讲起，你若喙宣认耶稣是主，心内信上帝予伊对死国活，就会得到救。这若亲像信仰个别迄款的味共款，咱借着信，咱就会通建立甲上帝好好的关系。这是照上帝的方法来称做义人。今仔日伫礼拜中，咱也要举行3位的兄弟的成人洗礼甲献信礼。有4位要成做咱教会的一份子。亲像这信仰个别的讲起，你若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心内相信上帝，予伊对死国活，就会通得到救。毋是靠着你家己的努力，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耶稣是主，这个主 Kyrios 是迄当时罗马对主人的称呼。后来罗马皇帝也是希腊的臣民，这个嘛是互人用 Kyrios 来称呼。但是迄当时教会用法 Kyrios 嘛是用来称呼上帝甲基督。这是教会内面的这个称呼。古早时阵的罗马帝国内面，每一个人的生甲死，拢是属地该撒，也是讲皇帝会通决定的。伫罗马皇帝崇拜的罗马城内面，搁较强调该撒皇帝是唯一的主，伊是安怎所有的人的拥有者。当保罗在写这张批示的时阵，伊实在非常大胆，因为伊伫遐传讲耶稣基督是主。这个主毋是罗马皇帝，其实对第1章第1节，保罗的表达，伊是基督的奴隶，毋是罗马皇帝的奴隶。这为什么讲是无简单呢？因为咱若去想看卖对照。16世纪的日本，迄个德川幕府因的时代无支持基督的信仰，伫日本的宣教，所以迄当时的藩主都用一种方式来判断你到底敢是基督徒。因就是用十字架，也是讲耶稣的像，迄个圣画像，放伫涂骹。你也甲打过去，代表你安怎？你无尽忠，你无相信耶稣基督。你也甲翻过去，代表你安怎？你无重视伫遮的世间的藩主，遮的主人，你就会受抓起来，甚至折磨、受定罪、害死。所以这是需要勇气的。罗马帝国到伫尼禄皇帝的时阵，流行用 Kyrios 来称呼皇帝。伫这款的处境下底，基督徒若只啊称呼耶稣基督是 Kyrios 是主的时阵，其实这拢带有反抗的勇气。就那亲像16世纪日本基督徒，伊无要踏火，这嘛是爱冒着性命的危险甲勇气，甚至保罗伫写批予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安尼讲起：若无受圣神感动，嘛无人会讲耶稣是主。所以咱看到，这需要勇气，需要圣神的充满。第4点要讲起，12节要讲起。这个话是指所有人讲的，因为无有犹太人甲外邦人的区分。上帝是万人的主，伊要丰丰富富，赏赐所有
呼叫伊的人。这段经文已经互咱看到，上帝是万人的主，迄个拍开普世宗教的概念。咱阁回顾一下，一开始是讲爱行律法，这是犹太人。保罗伫遐引用圣经的教导，讲毋是爱靠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对天落来，已经对死国活，将上帝的教导、伊的教示带互咱啊。过来咧，咱就爱通过耶稣基督来称作义，安尼好啊。既然是安尼，这个义是要互啥物人的？12节咧讲，这个话是指要互所有的人。这是一节真要紧的经文。迄个总结论来讲，律法毋是靠着称义，毋是靠着律法，是靠着耶稣基督来成全。无阁分犹太人甲外邦人。所有的人拢会当加入上帝国的行列。这段经文讲，上帝是万人的主。原文的意思说，共一位主啦。罗马人、犹太人，所有的人拢只有共一位主。但是这个主是啥物人？毋是该撒罗马皇帝。这个主是伫天顶迄位上帝。所以这真清楚一个概念。上帝高高在上，上帝之下，人人平等。无有一个人会通去安怎压制另外一个人，做别人的主人。这是上帝超越族群拯救的计划。这也互咱知影，基督的福音是普世拍开的福音。这拍开一个普世宗教的概念。并且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时代。因为咱甲转来比较，迄当时罗马社会，罗马社会是阶级真严格的社会。尊贵的人、卑贱的人、奴隶，迄是分了真清楚。犹太人嘛是同款，因行律法优越感，因伫遐看轻其他的外邦人。但是，基督信仰内面，伊已经是拍破族群中间的歧视，拍破阶级，拍破文化的界线。煞者，咱来看14节到21节，这段经文一开始，保罗会假设有人会提出伊的质疑，检测有人会质疑讲，但是啊。因无信，他会当去求伊呢？拢无听到，他会当信；拢无传，他会当听。无人差派，他会当有人传。简单来讲，就是假设有人做这款推卸伊的责任，讲推话啦。讲啊，拢是安怎？无人较早甲阮讲的。而且保罗引用圣经以赛亚先知的话，第52章第7节来回答犹太人有可能这款咱讲推诿推卸责任的讲法。以赛亚书先知安尼讲起，讲上帝早就将这个福音片传，通过伊的使者。来传到伫咱的这个中间，这是保罗伊要甲咱讲起的，讲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偌里水。所以看，上帝早就差派伊做使者、先知，拢来到伫犹太人的中间，报这个上帝的好消息。但是问题出现伫哪？毋是每一个人拢会通谦卑来接受。先知以赛亚就问上帝讲：主啊，什么人会通信阮所传的？所以看犹太人袂通安怎推卸因的责任，讲无人差派
无人传互阮，互阮无听到。这是保罗引用以赛亚的讲。咱来看18节，因敢真正无听过耶稣基督的信息？有啊，保罗引用诗篇19篇第4节，讲因的言语遍传人间，因的语言传到伫天边海角。讲上帝早就有通过侪侪方式，人来宣讲上帝的信息。无论通过上帝的创造，无论通过是上帝的罗卜使者、先知等等者的，上帝已经将这个拯救的道传到伫各所在，至少是罗马帝国的境内。最后21节，保罗续接引用以赛亚先知65章第2节来谴责以色列人的悖逆或不信。伊咧讲起，这是甲上伊所讲的，这甲上早迄个第一个殉道者司提反的演说有真类似的所在。伊讲疑心悖逆的子民，我规日伸手欢迎。这是咧讲起上帝悠然伫人的悖逆的中间，拍开伊的手，望人会通转来到伫伊的面前来认捌伊。咱来想看卖，这段经文带予咱什么款的启示？我想有2个真要紧的帮赞。第一个是要帮助咱来理解，基督信仰是普世的，是开放的，甚至是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特别谈到12节，我有强调，经文内面讲上帝是万人的主，原本是共一位主。罗马人、犹太人，所有的人，拢是安怎？只有共一位主。上帝之下人人平等，无有一个人会通安怎去欺压另外一个人。这除了是跨族群拯救的计划，搁较互咱知影，基督的福音是普世拍开的福音。这也互咱看到，原本的犹太宗教伫基督内面已经真侪过去伫新的上帝国的信仰的内面，基督已经拍开一个普世宗教的概念，搁较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时代的开始。这拍破迄当时罗马社会阶级，拍破犹太人律法的优越感，拍破真侪阶级歧视的这个界线。使徒保罗伫加拉太书就安尼讲，安尼无论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奴隶也是自由的，查甫人也是查某人，伫基督内面拢成做一体。加拉太书3章28节真清楚的讲起，无分族群啊，因为无论犹太人甲外邦人，奴隶也是自由的，就是拍破社会阶级。查甫人也是查某人，拍破性别的分别，拢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体，拢是上帝国新的族群的一份子。但是真可惜，咱拢无完美，加入这个上帝国的教会内面，咱拢无完美，因为基督宗教也经过真侪摆的分裂。1054年，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的分裂，教会嘛分做西罗马为这个用罗马为主体，咱今仔日称作天主教会。但是正确来讲，叫做大公教会。另外分裂东罗马用君士坦丁堡，即马土耳其迄个君士坦丁堡为主的迄个正统教会，
咱今仔日称为东正教。16世纪的时阵，1517年，佫对这个大公教会天主教佫分裂出新教。咱长老教会就是后来伫这个16世纪分裂出来、独立出来。迄当时教会会称迄个天主教叫做旧教、旧教，甚至改革家嘛爱骂罗马天主教叫做大淫妇、巴比伦大淫妇。即款的称呼，我伫少年的时阵嘛听到人会称呼天主教叫做大淫妇。你也和天主教的行较近，讲你怎么跟大淫妇走在一起？即款的分裂，教会分裂开始有人会做信仰的反省。普世教会合一的运动的开端，是伫1910年的时阵，伫英国爱丁堡举行世界宣教会议。迄当时欧美的教会，特别是新教的教派发起，会思考咱着爱合一，因为基督的机体身躯是一个。亲像咱摊仔所读到的，保罗伫迄个时代，伊咧拍破迄款彼此的怨恨。加纳太书会讲起，无搁分族群、社会阶级、性别，拢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体。安尼，教会无法度合一，咱已经脱离基督的身躯。到伫1921年的时阵，伫瑞士的日内瓦成立国际宣教协会。到伫1948年，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普世基督教协会，咱今仔会讲 WCC。这拢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产生的组织。咱拢毋望抵御教派的合一，才会通搁进一步促进世界彼此的合一。伫煞接过来，即礼拜伫咱教会有举行2场要紧的合一聚会。伫礼拜5暗时7点半有合一的泰泽祈祷。泰泽祈祷，泰泽是法国接近瑞士的一个所在，迄嘛是一个长老教会甲超教派的这个信仰团体所组成的一个灵修祈祷的一个所在。所以咱逐个月第2礼拜3，伫咱教会拢有举行泰泽祈祷。这礼拜5是世界普世合一运动的组织。这礼拜5的泰泽祈祷，是一个神父胡国珍神父伊所规划。伫礼拜6早夜10点有合一的礼拜，这是台湾教会合作协会，就是长老教会、天主教会、圣公会、卫理公会4个大传统的这个教派所主办的。4个教派，因拢会派因的诗班来到伫咱的教会，因嘛会派因的讲道者来到伫咱中间来讲道。这是礼拜6，咱长老教会指定总会指定永文牧师成做咱长老教会的讲道者，也邀请咱教会圣歌队伫礼拜6合一祈祷会的时阵来献诗。基督徒合一运动祈祷周，这是当年1月18到25，这是1908年的时阵，天主教有一位神父所发起的。这个普世性基督徒的运动，是为着治疗无同款基督宗教中间的分裂，过去的分裂，互伊过去啊。咱需要去治疗、对话、修补，所以也鼓励基督徒
爱去彰显一个主、一个神、一个洗礼的意义。这个基督徒合一运动的祈祷周，通讲是全世界历史上悠久合一运动的聚会。咱的信仰必须要持续，回去反省思考。保罗伫伊的时代，伊去定义罗马教会爱成做一个合一的教会，安尼才会当继续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罗马的基督徒、犹太基督徒彼此接纳合一，安尼才会当成做福音的基地，将福音传到伫迄当时世界的极头，就是西班牙。这是保罗伫迄个时代所努力的。咱今仔日，咱嘛爱为着彼此的合一、互相的欣赏来努力。咱台湾有一句话讲啥？家和万事兴啦。单独的教会需要安尼，全体教会也是需要，因为咱合做一体是基督的内面。第二，咱要做阵来思考的，宣教是啥物？当然有真侪人互伊无共款的定义，但是我认为宣教是一种生命觉醒的过程，就是对自我的中心，行往掠上帝做中心。这个 mission 会当个翻译做宣教，也会当个翻译做使命。这个使命，其实这个语言，咱真困难去找到对应的用词啦。但是我要提醒，教会毋是宣教的主体，毋是人来宣扬讲来这个教会、这个教派，毋是。教会只是咧显明上帝利益，宣教毋是咧宣扬一个有形的教会，毋是将人带来到伫这个建筑物。宣教是要将人带到伫上帝的面头前。这也爱提醒咱，宣教毋是带人到伫我的面前，乃是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以前捌讲起，有一个退休的老牧师。伊上台的感言一开始安尼讲：我牧会失败。大家听到拢着惊，哇！这个是真，大家人真敬重的牧者。伊服侍40几冬，既然讲伊牧会失败，也斟酌听伊咧讲的时阵，因为伊要退休，伊要离开，大家人讲牧师你要去大院，就对你去。伊讲无，你都爱留伫遮。所以伊退休的时阵，伊感慨讲：我拢将人带到伫我的面前来认捌我某某人，毋是带到伫上帝的面头前认捌上帝。咱敢会安尼？啊，这是我带的哦，你莫甲我迄落。啊，这是我爱关怀哦，你袂当关怀。迄是。将人当作是安怎？你的业绩也是安怎？宣教毋是将人带到伫我的面前，乃是带到上帝的面前。互这个人会当甲上帝相拄。宣教是种生命觉醒的过程。伊过去对自我中心，转往对掠上帝做中心。教会宣教也是安尼，毋是掠，互人来到伫上帝讲啊，伫这个教会也是安怎？咱是爱互每一个人会通去对自我中心转移到掠上帝做中心。这个自我有可能是个人的权力、金钱、情欲、贪婪等等者的，那是族群的。族群有可能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也是极权的国家。宣教毋是干那转化个人的性命，也要转化全体的性命，互这个世界会通安怎行往上帝国。
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衬，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典，互阮通过圣经的话语明白，保罗伊亲身去体会到对旧约内面的记载，看见耶稣基督已经成全如法，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基督对天降临，将上帝你真正的教示带予阮。伊也对阴间、对死国外显明上帝你的义，互阮会通通过基督所做来伫主你的面前得到称义。阮信靠耶稣基督，阮也恳求上帝帮助阮。神的内涵包括是拍除、拆除中间三界的墙，无阁有人欺压别人，无阁掠自我做中心。互这个世界，阮只有掠上帝做中心，做阵来起造一个上帝国美好的国度。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36首，圣诗536首。天顶大开，恩典的门，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有缘徛伫，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林内受苦，定是第4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会长请坐。这时咱要来举行成人洗礼。今仔日伫咱中间有3位的成人要领受洗礼。请要洗礼的人来到伫台前。吴玉莹、郭胜美甲郭胜柱，请来到伫台前。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国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圣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予我，所以恁就爱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就假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圣神降临这个时，彼得对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互恁的罪得着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要呼召的人，亲像迄当时彼得叫人反悔来信耶稣基督，搁领受洗礼。我也要对恁来讲，恁若深信，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领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去，的记号甲刻印。搁要表明对圣神得到的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当恁3位要领受洗礼，恁就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恁有信上帝诚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请回答我所问的问题。你们有没有相信上帝做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圣灵作为你们的保惠师？你们是否相信？你们是否诚心悔改你们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们是否相信？你们要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来服侍他。一生遵行他的道路，尽做基督徒的本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这时候，我们来举行洗礼。为因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郭胜美，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郭胜柱，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宣告会众请起立。
当你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领受洗礼，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产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会众请坐。此时请咱转往会众，我们先转向会众。咱来请小会员来握手接纳。我来介绍三位，互咱熟悉，咱也先用拍谱来欢迎因，加做咱教会的一份子。伫我的正手边伟云老师吼，伊伫台中逢甲做老师逢甲大学伊主要甲咱教会会当熟悉，是因为伊的研究日本时代的建筑行入教会开始。这个信仰的认识甲追求，特别伊的研究，这个日本咱教会第一个起造者，这个金守勋这个伊所起造的这嘛是伊研究的主题啦吼。所以长期以来，拢会研究日本时代的建筑吼。第二位姓美郭胜美，第三位郭胜柱。因两位拢是咱教会细汉的时阵，伫咱中间这个儿童到伫大人安尼甚至因为长期拢伫这个英国所以伊月底的时阵嘛爱转去英国，所以特别安排伫今仔日来领受洗礼，因为伊的爸爸义明兄等下伊嘛要献信礼。因为义民兄伫细汉的时阵嘛洗礼过所以伊要伫上帝的面头前，搁一遍来决志诚做献信礼咱真欢迎三位诚做咱教会的会友，咱拍谱搁一遍来欢迎因。我们请回座。这时要来举行献信礼，来请义民兄来到伫台前。主所听的过义民，你细汉的时阵已经领受洗礼，也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员，来属于伊。上帝恩典已经互你长大心灵，也你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要承认你的父母替你所做的信仰告别，来归属伊，搁献家己互上帝，定心誓约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然人伫我的面前认我，我也伫天父的爸面前要认伊。所以这时你就要告别你的信仰，伫上帝甲正人面头前。诚实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互你的罪来得到赦免也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力做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安尼行也无？宣告会众请起立。当过义民细汉已经受洗礼，即时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
济南小会官兵，接纳你正做陪产的会员，有份日子会到甲新约的恩典，会众请坐，来面对会众，咱来请小会员来握手接纳。咱拍鼓啊来欢迎移民兄真做咱的志文主咱继续为着因个全家来祈祷，来请就座。这时特别有咱这个新来的教会怡婷吼，因为早前拢住伫国外囡仔已经2岁外伊甲因先生倒来台湾。带伊的细囝来到伫咱中间，要来举行祝福的祈祷。咱来请因的全家来到伫台前，咱也特别为着伊的细囝叫Render 荣礼咱为着这个细囝来祈祷。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恩典，互怡婷夫妇来引带带领这个细囝。主，你有甲阮讲，无得禁止细囝来就近你，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因的。阮将荣利仰望你主，恳求你帮助伊，看顾伊，互伊伫照顾伊的人。拢会通充满极大的疼心，来成做伊的陪伴伊成长，也互伊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叛逆，也帮助伊，互伊有上帝你来好的恩赐，成做世界，成做人的祝福甲帮助。阮将荣利仰望伫你，将伊照顾伊的父母甲伊的亲人交托伫上帝。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用拍鼓来欢迎好多谢上帝。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少年团契。1月20到22参加学测的高中3年的学生。第二项，为着1月18到25基督徒合一运动祈祷周。第三项，为着新总统甲立委实行公义、生存慈悲、延续自由人权。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司县长第2中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阮感谢你赐予阮平安。今年1月20到22号，台湾要举行
大学入学考试学测，恳求主看顾所有准备考试的少年团契会友，愿主的恩典降临，互少年朋友得到平安，用上平静的心、上美好的准备，将上好的结果来应用上帝。主啊，2024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办理基督徒合意运动祈祷周，在今年1月18到25号举行。恳求主施恩祝福信徒加添信心，佮保守互基督周的活动顺利进行。主啊，在1月13号，台湾人用选票一票一票选出总统甲立法委员。愿感谢上帝保守选举的过程和平顺利，无论党派，总是国家领导人甲国会议员是人民的选择。恳求上帝祝福，这新的政治家会当行公义、好人民，延续自由人权。凡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会众请起立，用奉献诗来祈祷。请坐，请咱掀开周报来看通知事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报告。第一项，今日信礼典举行洗礼，欢迎4位兄姐加入咱教会的属灵的大家庭。第二项，敬拜部门定伫今日的晡1点半伫203教室举行中职复赛的说明会，请新任的长老执事一定要参加，也欢迎所有的中职参加。第三项，牧养部门举行迎新接待的复赛的说明会，定伫后主日下晡1点。
第4项小会公告2024年会员好会调职书，时间是2月初4，早起9点举行联合礼拜。有3个议案，第1项，第1案接纳2023年的决算案；第二案接纳2024年的预算案；第3项，第3案选举2024年的检校委员1名。第5项，本会林杨牧师对2022年8月担任本教会的传道，2025年11月封牧就任教会关怀牧师。林牧师伫去年11月申请离职，小会有接纳，定伫3月初要去美国。感谢杨牧师11年来8个月伫教会的服侍。第6项，教会定伫1月14，今日下晡2点，伫大礼拜堂来举办神学礼拜日，主题探寻岛屿的身世，重探战后台湾政治史的新书座谈，邀请台湾大学陈翠莲教授来主讲，欢迎兄弟参加。第7项，每年的1月18到25是基督徒合一运动的祈祷周，今年是长老教会主办。1月19拜五7点半，伫大礼拜堂有泰泽基督会；拜3的曙光基督会并到这泰泽基督会来举行。另外，1月20拜6早起10点，伫礼拜堂举行基督徒合一的基督会。团契的消息。少年小组甲博仔无小组今日的聚会，妇女团契拜2的聚会，少年团契拜5的聚会，学青团契拜6暗时的聚会，请客友参加。具体消息：邱群超兄弟伫1月初7安孝主怀，享年62岁。日念个别礼拜定1月27拜6上午10点，伫第2殡仪馆举行，愿主安慰遗族。第2，陆淑女姊妹伫1月初10暗时安孝主怀，享年82岁。日念个别礼拜伫1月26上午10点，伫第2殡仪馆举行，愿主安慰遗族。其他事工聚会、事奉者安排顶周奉献、本周聚会甲大道事项，请咱家己看。这是请黄牧师来补充介绍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今仔日说的吴云云老师的父母对日本回来伫咱中间，咱请因起立来欢迎。好，请坐。第2位来介绍戴凯书，欢迎。牛将基、梁章琪，对牛这是回来欢迎。过来介绍对纽约回来台湾赖丰典医师夫妇，请起立，赖医师夫欢迎。以上请咱彼此互相三请安，愿上帝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做伙来吟圣诗391首，阿老天顶主宰，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黄春心牧师接导。
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圣神的帮助，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日岛闭会，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请到礼拜堂外面互线骹。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茶饼会交易。今日洗礼的兄弟请到门口等下，甲牧师长老合照。